丰台上新的消息是，台东即马嘛宣布明仔载要停班停课。另外，丰台海葵对花东要扫过去南部地区，嘉义县市今仔日拢总停班停课。沿海民众嘛，趁即时风雨也未遐大，赶紧甲车刷去较悬的所在，嘛加强防止淹水的措施。最近又会出现海水倒击、世界淹的状况。也就是丰台国贸区对影响着台湾，请各位村民。村办公室放送广播，提醒民众要注意丰台的状况。丰台海葵初三早时也未对嘉义县东石布袋带来影响。不过因为这段期间是海涨的时间，所以沿海乡镇的民众嘛加强防止淹水的准备。大潮期间怕会渗漏严重，来先做一条水道，把水直接排进那个排水沟下面，慢慢抽水会更快。就是防水闸门啊，让那个重量能够压住，不然那个海水来的时候，它可能会整个倾倒过去。嘉义县市初二暗时宣布初三免上班上课。初三日时，因为只有落一寡雨，所以也是有真侪民众出门来到东石布袋买海产食物件。还蛮多跑出来吃鹅啊的，因为风雨还没有很大，这段时间应该还是会很多人出来。早上有接到定位的电话，有蛮多定位的电话。现在目前是没有什么风雨，但是中午过后的话，应该风雨就进来了。那所以游客的话，他现在就急着来布袋采买东西。那采买完之后，就要赶快回家。嘉义县政府表示，在了风台可能会对嘉义县产生威胁，已经要求相关单位做好防灾的准备，而且嘛呼吁民众尽量减少出门，以免发生危险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